小學、中學打波打到依家，我未試過係有一個完整一季咁樣嘅體驗咯。其實你 join DJF 練波多咗做呢啲，你其實就潛移默化地影響到你日常生活。大家自己成個人嘅嗰種提升咯，呢啲都係啲好細節嘅嘢，即係喺 DJF 練波嘅時候就察覺到。我冇聽過佢哋有講嘅，可以好開心咁樣，好嚴格嘅。今次輸俾黑隊，第一個感受，我自己個人嚟講，其實我都係輕敵。輕敵嗰個位，我反而比較多係心態上，即係冇嗰種緊張感，係啦。咁上一場打啡隊咧，去緊比賽中途，其實有一種感覺 keep 住都係一係贏，一係就 go home 噶啦，就冇得再爭第二、爭第一嗰種感覺。之後我上場輸咗之後，去到今次咧，其實喺嗰次完之後咧，其實都好大得着啫。唉，點解咁容易俾人換落場啊？點解好似成隊波輸贏都唔關自己事？咁去到今次比賽出咗爐，就係話對黑隊就已經冇咗嗰種感覺。就冇咗嗰種唉得啦，即係上次都贏廿幾分，我哋全 team 冇人傷冇人勝嘅話，其實輕鬆打應該做翻自己份內事就可以。心態上係即係賽前心態上係咁。我覺得係即係我唔知其他即係我哋八隊其他人會唔會都係咁啊？但係我覺得第一樣嘢有唔同嘅，尤其對啡隊好明顯嘅就係對場波嗰個重視咯，即係贏輸重唔重視贏輸好明顯。就算我自己都係啦，我都諗翻都係嘅，真係冇話好執着話哇呢場波一定要贏啊！最後一場。今季最後一場一定要贏波收尾咁樣，冇呢種好大嘅勝負欲嘅，所以個投入感咧，其實一開頭已經係有分別嘅，同之前即係可能尤其一開季，其實一開季好似都會有嗰種感覺係我哋八隊今季新陣容咁樣，想打好啲啊，贏其他隊啊，即係尤其可能前一季已經對過啲對手，可能都有好多時輸波嘅，跟住輸一兩分咁樣好唔抵嘅，變咗大家會一開頭就係好想贏波咯。咁其實都反映到嘅，即係頭嗰季會打得好啲，會少啲一啲無謂失誤咁樣，都會反映到。跟住第二樣嘢就係都係真係輕敵啦。我覺得輕敵咧唔係淨係話即係睇小對手覺得自己贏緊咁樣咁簡單嗰種咯，而係冇一個心態去諗，其實人哋會進步咯，而個進步嘅幅度可以好大咯，即係冇有呢一種心態，就係可能覺得大家都有 keep 住練波啊，咁應該唔會差太遠啦。呢一種好老定嘅心態就係會令到一落到場，如果狀態有時唔好或者有啲嘢突發出現，就好容易崩盤咯，成隊波都。即係我會覺得即係而家諗翻啦，就係呢兩樣嘢係比較關鍵去導致我哋點解一嚟就已經好似打得好辛苦咁樣。即係你啱啱提到有一個 point 係，即係以成季嚟講咧，我覺得都係嘅，只不過冇人出聲啊，或者可能其實大家唔多唔少都 feel 過。我覺得以季初即係可能我哋比較多掹住嘅比賽，或者季初可能贏頭兩場咧，Jerry 未有咁勁嘅時候，應該話未發現到佢咁勁嘅時候，其實我哋成隊嗰個氣氛係比較活絡啲，即係每個人都想表現自己，每個人想都承擔一啲責任、一啲 post 去做，以至於之後真係喂 Jerry 俾晒粒波去打就得，嗰啲重心都放晒 Jerry， 專注力放晒 Jerry 度，其實冇咗嗰種唔識講啊，即係你 feel 到嘅，你賽前準備又好，你去到當日比賽聽緊阿超哥講嘢，其實你 feel 到大家都好似有啲撇下撇嘅感覺，或者係咯，就係當普通一場比賽嘅感覺。但係以前係比較少嘅，尤其是初頭八隊個陣容，大家出到嚟有新隊友加入，譬如你 Evan 咁樣，喂勁喎，唔差喎，我哋隊其實八隊好大機會贏到冠軍，嗰種感覺同去到依家咧係其實係咁樣騎落去，即係成個團隊嘅氛圍係靜咗好多，不論係身體上、溝通上，定係比賽當日嘅狀態上，我覺得都係積累落嚟咯。所以係咯，我覺得係今場輸波唔係淨係單日嘅表現咯。係其實成季都係咁樣，係點解以至於點解下半季個個都問點解你狀態或者你成隊八隊嘅狀態變咗咁樣？其實係都關之前事。下次點樣？即係經歷過呢日，你會有咩改變？即係其實我發現呢啲經驗都係真係幾難得。我諗翻我自己小學、中學打波打到依家，我未試過係有一個完整一季咁樣嘅體驗。即係雖然講緊我哋一季可能都係當計埋有得打決賽咁，都係八場波到，但係個時間係講緊起碼最少都3個月。咁呢樣嘢係未試過，即係3個月都 keep 住要自己個狀態好好，好專注喺籃球上面啊咁樣啊備戰啊。呢個我覺得去到季尾會一路慢慢 drop， 就係其實反映緊呢樣嘢咯。我覺得大家都係冇乜呢啲經驗嘅，所以其實會 drop 都好正常。所以好寶貴就係原來係需要嘅，即係需要去 keep 住自己個
狀態喺3-4個月都要保持到，甚至乎可能係應該越打越好嘅，要有咁樣嘅準備先咯，你心理預備咯。即係成季咁樣隔住幾個月，可能2個禮拜先有一次比賽，其實要 keep 住個狀態係難。即係就我自己有陣時練波都係咁樣諗嘅。究竟我嗰次練波係為咗之後嚟緊嘅比賽，嗰場比賽打好啲，打嗰 set 嘅對手打得好啲，專注佢哋嘅弱點打又好，自己可以做到啲咩，承擔到啲咩，幫到隊友啲咩去打，定係我去練波就真係為咗練波？因為我哋白隊其實幾好嘅，即係嗰個練波嗰個出席率同埋個心態都好。但係究竟練波係咪同贏波掛鈎呢？我哋又未做到。係啦，究竟個練波嘅質量係點樣呢？事後嘅溝通係點樣？有冇針對嗰陣練波去講翻呢？即係當刻係有嘅，但係之後諗翻又好似冇，以至於真係又隔咗1個禮拜啦，即係個狀態又跌翻落嚟嘅時候打比賽咯，咁就冚咯。所以我自己都感受到啦，或者甚至乎下一季我自己覺得都需要嘅就係第一，每一次個練波個要求係應該要越嚟越嚴謹咯，即係唔係話教練去 push 你，同你講咗啲咩要你咁做，你先去跟。可能一開頭季初要學呢個 play 學呢個 form 嘅，跟住啲檔嗰啲要點樣做嘅。可能一開頭你係一個試緊嘅階段，咁做好咗基本嘢先，咁然後開始其實你識咗呢啲嘢之後呢，教練好少會再話捉住你睇你點做噶嘛，反而嗰啲時候係要自己不停同檢視自己咯，究竟個質素即係要再提升高啲。譬如好簡單就係即係譬如打個 two man pick and roll，去到由你季初係試緊應對唔同防守嘅策略嘅時候可以點打，去到後面咧練多幾次波之後咧，係應該要求點樣可以判斷得好啲。每一次唔同情況，即係唔係話限死咗今次淨係守 under 或者 over，而係無論對方點守咧，你都可以即刻判斷到啦。啲檔咧唔會再話擋唔中人啊，或者有啲 moving screen 啊咁樣啦，自己有空位但係唔知啊，呢啲其實唔應該再出現咯。即係當你練得越嚟越多波嘅時候，咁呢個係每次練波對自己個要求應該一次比一次高呢個心態啦。第二就係用長遠一季去睇咯，即係要俾個目標係再清晰啲咯。即係因為個質素你可以無條件咁樣提高或者點樣咯，即係好難拿捏啊。究竟個訓練個質素要去到點樣先係 OK 呢？咁我覺得可以用成季個最終個目標去睇咯。譬如如果最終你係想攞到冠軍嘅，咁咪根據攞冠軍呢個目標去調整每次訓練夠唔夠咯？嗰個達唔達到個目標咯？有冇咩要再調整？如果我自己要嚟講呢，下季有啲咩可以改進係？我發覺我少咗出聲，應該係咁講，我太專注做一個淨係好 nice 嘅隊友咯。可能hi 啊 bye 啊攬下啊，喂鼓勵下你啊，而冇真係即係有啲位我係見到，可能嗰個人 outflow 咗，不論係練習定係場上邊，我都冇即刻去比較嚴苛少少去睇。可能場上面係咁樣啦，而練波係多講嘢，但係之後其實我喺 group 度係潛水，即係我一直都發現到呢個問題係可能比較多係咩時候開始？可能喺2季之前開始，即係比較多球隊主力仲喺度嘅時候咧，我發現睇佢哋講嘢就好啦，我費事自己可能我就會諗可能自己講嘅嘢又未必真係啱喎，不如睇下人哋點樣講先啦。咁嚟緊新一季又有啲人員新改動嘅時候，可能我自己又要負責多啲，即係承擔多啲嘅時候，我就唔可以再咁。我都相信係幫到我去做場上面同埋場下嘅判斷。即係啱啱未開機都有講，你話可以學習下 Billy，我覺得做 key man 係必須要去承擔嗰個發言權，幫隊友去釐清觀念又好，場上邊做啲咩又好，係我要去承擔咯。嚟緊呢一季，而且係要改進。首先講翻頭先你話練波，唔知係為練波定係為下一場比賽啊嘛。所以 J 風我講都係一個解決方法咯，即係睇你今季你哋隊目標或者你個人目標係點，你咪練咯。但係你諗下點解要有比賽，就係將你練波嘢 apply 落去，你先真正係會學識嗰樣嘢，或者驗證到係咪啊。所以練波係應該根據個比賽嚟練。如果當有比賽嘅時，你每一次比賽都可能有啲唔同嘅，但係你就係因為每一次都有啲唔同，你先至不斷會有唔同嘅角度去睇翻練波呢件事。如果唔係你咪好空泛，即係如果唔係你咪變咗我想練下拍波，我想練下射波，我想練下 read， 但係好冇嗰個 context 喺度，你係好唔真實嘅呢啲。即係實際落到場，原來係任何情況你都做唔到咯。可能多咗會第三身體嘅，即係會抽離望翻自己做得啱唔啱，即係多咗問自己問題。即係有陣時，即使抽離咗，都未必係客觀嘅睇嘢，都未必係真係啱。但係會識得停一停，望下咯，而且再組織下，
真係唔 firm 嘅，唔夠肯定係咪做得好，真係多咗會去問人意見啊，同埋溝通上會好咗，亦都夠膽表達自己諗緊點啊，咁去幫我去諗嘢。生活習慣上會注意多啲身體咯，即係會做 gym，即係一喺屋企冇嘢做咧，自己做下啲 workout 啦，真係會睇 YouTube 片去做咯。其實當下就會諗，真係唔想輸，因為譬如上場咁樣俾人哋高大啲就可以壓到我唔識拍波，咁你就會諗翻嗰啲moment 去做補強。我覺得第一樣嘢真係幫到我嘅係個思考上先咯，有兩方面嘅。第一方面係點樣去接收人哋嘅意見，即係無論教練定係可能隊友嘅一啲睇法啊。例如係可能練波嗰陣時，可能教練會講啦，即係應該點樣做先係比較理想啦。跟住我哋自己打完比賽或者練完波，隊友又會提醒分析翻啦，即係邊啲位係要改善嘅咁樣，自己係越嚟越放開咯，即係 open 咯，即係比較 open 去接受唔同嘅意見咯。因為以前可能會比較，譬如睇片啦，其實唔係好想睇自己做得唔好嘅位嘅。如果 turnover 嘅波，我係會睇翻嘅，即係我會知嘅，即係會諗下點樣可以避免到。但係咧，有時原來係未必係 turnover 嘅，只係有更加好嘅 option 可以去揀。譬如可以早啲傳波俾隊友，呢啲位咧係會冇睇得咁深入嘅，即係可能對自己個要求都唔夠高。咁但係即係練波啦、打內聯賽啦，呢樣嘢係慢慢提升得緊咯，發現到。以至於到其實可能工作上或者同其他人去合作啊，都會應用得翻嘅。就係可能以前就係人哋交代你要做啲咩，咁咪做咯。完成咗嗰樣嘢，盡量唔甩漏就 OK 啦咁樣。但係唔會對自己話好有要求啊，即係都唔會好主動去做一啲自己覺得係額外嘅嘢咯。但係其實睇翻，其實唔係真係咩額外咯。即係其實做好啲應該係一個都幾基本嘅一樣嘢咯。同埋我比較感受大啲嘅，可能譬如我即係翻工啦，類似 part time 咁樣啦。跟住可能我喺嗰個 event 度，我一嚟到就已經開始諗下自己點樣可以幫手順利啲咧咁樣，跟住自己就去做，就唔使人哋睇。咁其實人哋都會睇到咯，即係人哋會知咯。佢未必會直接讚你話哇，你今日咁樣點好犀利啊！但係你會 feel 到人哋係覺得你做到嘢，跟住同你講嘢嘅時候係佢個 tone 啊都係開心啲咁樣嘅，係啦。所以呢個第一樣咯，即係都係點樣去開放啲去接收意見、檢視下自己，同埋去積極啲諗下自己可以貢獻到啲乜嘢啦。第二樣就係一啲好似生活上好基本嘅嘢，即係或者做一個人啦，好似好基本嘅嘢，就係頭先 Anson 都有講啦，可能身體上嘅練強壯啲啦，或者 physical 好啲啦，呢個都係一樣嘢。我本身都會認知，我諗大家有打波都會有認知，即係可能係要去做 gym 啊，練大隻啲啊，身體反應好啲啊，點。但係其實我更加覺得有一樣嘢想補充就係除咗呢啲之外咧，你個人唔好病係好緊要咯，即係呢啲有時都會忽略咗咯。精神上咯，身體上個健康，即係精神上個健康啦、狀態啦，都好影響咯，即係。我季中其實有時可能都唔止我啦，即係其他隊友練波嘅人都會可能唔同大小都會有機會病咗，然後可能病咗都可以照練波嘅，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嗰日可能 keep 到水準，但係個事實就係你之後嗰個禮拜又嘥咗啲時間要去 recover 咯。咁配合頭先講嗰樣嘢就係即係 DGF 咁樣打波係內聯賽係一季3個月嘅。如果3個月入面你中間病咗一次，咁進步個時間已經比人少咗1個2個禮拜，甚至乎你就係會退步咗。咁嗰度就已經唔止1-2個禮拜咯。咁長遠咁樣3個月咁樣比較，就係同人哋嘅分別咯。係啊，同埋會好即係呢個健康上，你精神上 ready 唔 ready 就會好影響到你每次練波可以練到幾多。呢啲都係啲好細節嘅嘢，喺我即係喺 DGF 練波嘅時候就察覺到，然後其實其他生活可能最主要工作啦，其實都係咁樣嘅道理咯。有個 point 想補充就係你第一點，即係個人變得比較開放去接受意見，呢個係我啱啱冇講到，因為已經都入晒血啦，已經係變得好平常會做嘅事。以前係工作上又好，工作上一定係會俾人鬧啦，一定俾人屌啦，未學好，未做得夠好，或者未必做得啱都會俾人話，咁但係嗰陣就會好多內心有好多聲音嘅，就想話翻佢轉頭，你講咩啫？好煩啊！都收個丁稅咁多錢，你仲想我點啫？但係依家反而工作上你會就好正常咁接受，就望翻，係喎，真係做錯咗，即刻做翻好俾佢先。咁係嘅，出到嚟嗰個結果就係同你一樣咯。工作上你同嗰個人去一齊做嘢嘅時候，其實佢對你嘅信任值都係高咗。佢見到你 keep 住又做翻好嘅時候，同埋真係開心啲，你對佢又開心啲，佢對你又坦白啲又開心啲，快啲咯。生活上係咁樣啦，打波上更加係咯，即係聽有陣時你 feel 到隊友俾 feedback 你咧，未係好100% 俾盡，
即係好似我有陣時俾 feedback 人都係嘅，會收一收先，費事講太盡。但係我就 feel 到嘅時候，我就會反而想佢講晒。而家接收人哋意見嗰個改變係咁樣。即係都提咗一樣嘢㗎，即係因為你有講嘛，呢樣嘢變咗做你一個可能已經習慣啊嘛。咁其實都係咯，即係尤其我哋可能八隊啦咁樣啦，我覺得都可以就係完咗一季，其實就係檢視翻成季咯，唔係淨係睇一兩場贏波定輸波，你睇翻成季其實自己個進步個位喺邊度。所以我覺得呢樣嘢都幾重要，即係你望翻轉頭，唔係叫你話自戀啊，之前嗰場波打得好定點樣啦，唔係呢種，係你睇翻成季。自己嗰個成長究竟有啲咩位係進步咗啦？點解會進步到？然後可以點樣再提升多啲？即係你咁樣去檢視翻嘅時候，你會睇得清楚啲咯。同埋對我自己都係嘅，即係我睇翻之前個分別，個人個信心都會大啲咯，以至到我會更加覺得係可以繼續提升嘅，即係會見到嗰個所謂將來咯。咁就會更加有動力。我覺得係首先係每次練波啦。即係其實應該咁講啦，成個 Join DGF 由一開頭都係好強調，就係唔係淨係打波上嘅進步，係好強調你思想上個人點樣去諗嘢，點樣去判斷得好啲啊！真係有自己個作為球員嘅獨立思考啊咁樣啦。呢個係一個好核心想訓練嘅一樣嘢啦。咁因為呢樣嘢個信息都好明顯，同埋每次練波都會強調嘅時候，咁其實大家都好自然就係會製造咗呢一個氛圍咯。即係無論係討論比賽之後，即係賽後分析啊，或者係賽前啲部署啊，其實都係做緊呢一樣嘢咯。即係不停加強緊個人嘅思考啊，變咗其實開始好自然就已經大家重視嗰樣嘢係超過咗係咪贏波啊，打得好唔好啊，而係咪有一個自己啱嘅思考之下去打籃球咯，係咪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咯？喺籃球場上，咁所以變咗，其實我好深刻㗎。我見到紅隊、啡隊，即係佢哋打完場波，咁完場嗰刻情緒一定會有嘅，即係可能贏波嗰邊會好開心，輸波嗰邊會有少少沮喪啊咁樣啦。但其實過一陣啫，跟住佢哋已經係好快就係大家好開心咁樣一齊影相合照。其實呢個就係反映緊大家過一季之後最大嘅得着就係唔止可能贏波有塊牌或者點樣，而係成季嗰個學習，大家自己成個人嘅嗰種提升咯。呢樣嘢我諗大家都會 feel 到嗰個最大嘅意義嗰個位咯。某程度都同你差唔多，即係。DGF 係好強調諗嘢，諗個方向係你點樣可以思考得正確合理。我以前練波未 join DGF 練波之前，就會其實都幾 care 我練波嗰個表現，先唔好講比賽。我嗰日要打成點係有諗啊，但係諗嗰個方向就係我要打成點樣，打得好唔好？人哋睇落去我又打得好，但係依家就係諗。思考個方向維度有啲唔一樣，就係諗合唔合理先，對波有冇正面影響，同埋會多咗幫隊友諗。其實你 join DGF 練波多咗做呢啲，你其實就潛移默化地影響到你日常生活。幫多咗你身邊朋友諗，自己做嘢同人合作嘅時候，亦都會成個宏觀咁樣，成個圈子咁樣諗咯，就唔係淨係諗自己表現如何，人哋點樣睇你。唔同教練都係好強調，你作為球員，其實點樣諗嘢先係最影響你球場上同埋生活上嘅表現。唔同嘅教練都有講，即係超哥 Leo 嗰啲都有講。你講得最多，冇聽過佢哋有講嘅，點解？有唔同嘅教練。OK，冇做乜嘢想講？八隊有啲咩想同八隊講？表白係啊，下季冇人想遇到我哋啦。呢個係啊，喺八隊打波係好開心嘅。可能本身同我性格好夾，就係其實大家都幾隨和嘅。但係雙面刃咯，即係你喺呢隊波咧係好開心，好願意去同人分享，即係日常生活又好，打波嗰陣又好。咁但係所謂嘅雙面刃就係去到真係打波，大家都唔夠恨，都可能本身性格係咁樣咧，對隊友都唔夠嚴格嘅時候咧，成隊波某程度都唔似一隊真係好有爭勝心嘅球隊。咁所以有啲咩想同八隊講？可能對大家坦白啲，之後 harsh 啲想講嘅就咁樣。即係我喺度2年嘅係好開心，但係都真係想開始贏翻波，因為大家其實最主要嘅 purpose 過嚟打波都係為咗練波之後贏波去進步咁樣。我認同你講嘅嘢咯，即係，但我覺得係可以好開心咁樣，好嚴格嘅，係啊，即係我其實我喺 group 打嗰啲嘢出嚟咧，唔係完全冇嬲或者屌或者點樣嘅，即係我係真心覺得係唔係打得差嘅。我嗰個意思係覺得可以再多啲火出嚟，
因為我知大家都係想贏波，應該咁講啦，唔好話係想贏波啦，係想每場波係打得好、打得精彩咯。即係贏唔贏波其實都係比較其次，但係想大家都會想每場波係發揮到可能起碼都就算唔係100%都90嚟去打波咯，每一場波，即係唔想再係可能完咗場波，跟住又諗翻啊頭先可以點點點啊，即係希望下次開始練波又好。比賽又好，我哋會係開始係會講，下次可以呢樣嘢再提升，而唔係呢樣嘢冇做到，即係本身有能力做嘅嘢冇做到咯。應該係每一次練完波之後發現，原來而家未提升呢樣嘢，咁下一步就去專注提升呢一樣嘢。用呢個方向去打波咯，叫係向住自己理想中，即係你啱啱話，即使唔係做到100%，都慢慢咁樣提升緊，其實都幾緊要。我近排都多咗呢種感覺嘅，即係都唔好話一定要落場做啲乜柒柒，但係就以最近呢場比賽，其實你覺得啱嘅，即係even輸波，但係其實都叫打得合理，係啦，即係可能大家狀態未係到最 fit，但係某程度有啲波都打得算唔錯，係接近咗自己理想嗰個模樣。之後練波其實白隊係向住呢個方向去進發就啱，就諗多啲自己理想中嘅模樣，練波又好，打緊比賽嘅時候都好，就做翻個樣，咁其實成隊就好好。就係咁咯。希望下季白隊可以唔使遞尾先啦，唔好話咩唔想遇到你哋先啦，屌！